起来吧。我也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啊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不可能这么蠢。这样吧，既然你跟常志成很投缘，那我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做秘书吧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開始，你呀，就到常志成那裡去上班去，也好讓你們有情人終成眷屬，不好嗎？顾總，您是想讓我過去替您做些什麼？噓，你是個聰明人。张叶达，你從哪兒弄的這家醫院？我是整容醫生啊。如果你是整容醫生，那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如果你的臉能這麼容易就整回來的話，那我何必要大費周折呢？這個我就不知道了。萬一你有其他目的呢？不幫就不幫，別找那麼多理由。待會兒你在外面等着，不要進來。為什麼？人是我帶來的，你到底要幹什麼？你想跟我合作嗎？如果想的話，就不要問太多，知道太多對你不利。整容醫生，你當我3歲小孩啊？張總，這個地方就交給你了。是。